2026年4月5日，利未記第8章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要把亞倫和他的兒子，連同聖衣、膏油、贖罪祭的一頭公牛、兩隻公綿羊、一籃無酵餅都帶來，又要召集全體會眾到會幕門口那裏。於是摩西照着耶和華命令他的去行，會眾就聚集到會幕門口那裏。摩西對會眾說：這是耶和華吩咐我作的事。摩西領亞倫和他的兒子來，用水給他們洗身，然後給亞倫穿上內袍，束上腰帶，穿上外袍，又加上以弗得，用巧工織成的以弗得帶子束上，把以弗得繫在他身上，又給他配上胸牌，把烏靈和土明放在胸牌裡面，把禮冠戴在他頭上，在禮冠前面安上金牌，就是聖冠，都是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摩西取膏油，抹了帳幕和其中所有的東西，使他們分別為聖，又7次彈膏油在祭壇上，膏抹祭壇和祭壇的一切器皿，以及洗作盤和盤座，使他們分別為聖。然後把膏油倒在亞倫的頭上，膏立他，使他分別為聖。摩西把亞倫的兒子帶來，給他們穿上內袍，束上腰帶，包上裹頭巾，都是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他把贖罪祭的公牛牽來，亞倫和他的兒子按手在贖罪祭的公牛的頭上，摩西就宰殺公牛，取了血，用指頭抹祭壇四角的周圍，潔淨祭壇，其餘的血倒在祭壇腳那裏，使祭壇成聖，為壇贖罪。摩西取出內臟上所有的脂肪、腎旁的肝葉、兩個腎和腎上的脂肪，焚燒在祭壇上。至於那公牛，他的皮、肉和糞都要在營外用火燒掉，都是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摩西把燔祭的公綿羊牽來，亞倫和他的兒子按手在公綿羊的頭上，摩西就宰殺公綿羊，把血潑在祭壇的四周。摩西把公綿羊切成塊子以後，就把頭、肉塊和脂肪都焚燒了，又用水洗淨了內臟和腿之後，摩西就把整個公綿羊焚燒在祭壇上。這是燔祭，是獻給耶和華馨香的火祭，都是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他又把第二隻公綿羊牽來，就是承受聖職所獻的公綿羊。亞倫和他的兒子按手在公綿羊的頭上，摩西宰殺了羊，取了一些羊血，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以及右腳的大拇指上，又把亞倫的兒子帶來。摩西也把血抹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以及右腳的大拇指上，其餘的血則潑在祭壇的四周。然後他取出脂肪、肥尾巴、內臟上所有的脂肪、腎旁的肝葉、
兩個腎，腎上的脂肪和右後腿。又從在耶和華面前的無酵餅籃子裏取出一個無酵餅、一個油餅和一個薄餅，都放在脂肪和右後腿上。他把這一切都放在亞倫手上和他兒子手上，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作為搖祭。然後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接過來，焚燒在祭壇的燔祭上。這些是承受性職祭，是獻給耶和華馨香的火祭。摩西取了祭牲的胸，在耶和華面前把它搖一搖，作搖祭。這是承受性職祭的公綿羊中歸給摩西的分，都是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摩西拿了一些膏油和祭壇上的血，彈在亞倫和他的衣服上，以及他兒子和他們的衣服上，這樣就使亞倫和他的衣服、他的兒子和他們的衣服都分別為聖。摩西對亞倫和他的兒子說：你們要在會幕門口煮祭肉，也在那裏吃祭肉和承受性職祭籃子裏的餅，照着我的吩咐。亞倫和他的兒子要吃這些，剩下來的肉和餅，你們要用火焚，用火燒掉。7天之內，你們不可出會幕的門口，直到你們承受性職禮的日子滿了。因為主要用這7天使你們承受性職。今天所行的，是照耶和華的吩咐而行，為你們贖罪。7天之內，你們晝夜都住在會幕門口，遵守耶和華的吩咐，免得你們死亡。因為耶和華是這樣吩咐我。於是亞倫和他的兒子行了耶和華藉着摩西吩咐的一切事。讀經立志禱文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看似完美嘅事物亦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嘅眼睛，令到我可以看見你說話嘅奧妙。阿門。好使我每日靠着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閱讀同埋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門。